天文台喺今日下午12:10及12:55分別發出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報信號，以及喺下午1:10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。及後於下午3:05及3:40分別改發紅色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。渠務署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經喺下午12:10啟動，並派遣超過110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，重複巡查及清理約240個因為淤塞而容易水浸嘅地點。截至下午4時，我哋一共確認13宗水浸報告，分別位於新田永平村、坪輋里屋、粉錦公路、屯門法院、坪輋塘坊村、上張圍、流浮山網井村、屯門逸園路附近地盤、羅湖德悅樓停車場、連麻坑路、屯門井頭村、屯門山景村以及天水圍天福路。經過渠務署緊急應變隊伍嘅努力，以及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嘅協助下，我哋已經完成清理8宗水浸個案，分別位於屯門法院、新田永平村、粉錦公路、坪輋里屋、坪輋塘坊村、上張圍、流浮山網井村以及屯門井頭村。我哋現正全力處理其餘嘅水浸個案。喺天氣唔穩定嘅情況底下，渠務署會繼續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緊密聯繫及合作，保持戒備及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，迅速處理及清除水浸。喺惡劣天氣嘅情況底下，暴雨可能會令河水突然暴漲。為咗保障市民安全，市民應該遠離河道及排水道。如果大家發現排水設施有淤塞或者水浸嘅情況，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通知我哋，我哋會盡快派隊伍處理。